400块钱。他这次买的是个上衣，传承了长风云那个是。这杯子上贴钱。啊，我说的，我上次就贴图片了吧？给雍正还得买咖啡，雍正里头就拿小字，小字。嗯，这边。这边0.10块的，没得这儿长。没得了。小字嘛是刚才。走了啊？不是那是拉姆啊。小字妈没在这儿啊，没在。瑞幸咖啡好钱的，那些是。瑞幸10到20元。看哈，这个是4米的10个。那个茅台酱香嘛，也可以嘎。9块9茅台啊，就说的9块9嘛。瑞幸啊，你买那个嘛，10块。没有优惠券才能买到，没券买不到。申请哈。不晓得。是不是啊？也好用一些啊。一样的，我觉得都一样。这个是5倍。以前是3倍。3倍，5倍跟3倍有好大。一样的。摄像嘛，5倍。这个有10K，以前只有一个，以前只有高清，现在多了个4K。高清高4倍。高4倍。2倍。5倍。以前最多3倍。那你那个呢？14呢？你个呢14 3倍。14才3倍啊？最大的升级就是5倍。你13如果放5倍，它就有点模糊。这个是光学的，模糊。所以说这个就要清晰，哪怕你放5倍。对。对。最后一个动作，那走完。是不一样。